连接 YouTube， 抖音连接到 YouTube。影片39000部，也有短片，播放清单700多项，播放清单700多项，这样看不到700多项，要点按这里，从这边点按进去，已建立的播放清单这边点进去，才能看到700多项播放清单。到场的教育读经，闽南语读经、国语读经、英文读经，台湾的寺庙、台湾庙会经典班、养生学生参考资源、宗教艺术、电脑学习技术、文献、网络资源推荐。也有直播的人，学生参考资源，你看推荐好资源。点按首页，你看有那个先前的直播影片呢，多份播放清单，短片，你看，短片呢，这个观看比较多的影片，热门上传影片，观看比较多的影片，观看点阅率比较高的，观看次数比较大的，次数比较多的影片，有庙会的、武术功夫的、道场的。